这是冰冻高手，这出生的做啊吼是这支的啦。我伫这熟悉到一个家庭，因兜生4个查某囝呢。迄个上细汉的吼，唔那大心，佮非常的大方。伊做人吼，就亲像一个李长五啊共款，因装下来，大家人伊拢熟悉啦。唔知因兜今年做敢收了啊？无咱做来去看卖啊，行。碰碰车，什么碰碰车？对啊，你带哦？嗯，行。二姐，二姐。哦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多谢。你使看吗？你使看吗？我使看卖。嗯，你使看吗？啊，这家姐你搞起来。你给我教。来，这个是快速，你按拿呢就是开动，这是慢的，这是动。刹车。动，安尼 Q 来。嘿。卡打的这是啥？这是要关掉的迄动啊。关掉。嘿，好。关机的动啊。嘿。我无驶过这种车啦。开。你要控制啊，控制啊！会使。我就来，你是要开？嗯。好。哎，豆豆啊！陪伴加油！可惜啦！你错一条而已。豆豆啊，豆豆啊！可以的。哎，你都无咧看路的呢？好了，我觉得 OK 了。会使啊吼。可以了。我看你多好耍的呢。这人捌裤吼？会使。无啦，捌裤爱落来啦。我顶摆去迄个挽蛤蟆的时阵，因嘛有一台这，我看因捌裤是落来。你看我嘛是会晓的。慢慢啊。啊，无我坐起你啊你。好啊，你爬去。耶，时间到转。哇好哦，你甲我看后壁有物件无哦？无，行。哎，这里哦。这个是我的妈妈，伊叫做林雅君。妈妈，你敢有介意什么动物？动物啊？敢若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4个囡仔已经有够啊。这个是我的爸爸。伊叫做柯福明，爸爸，伊拢将阮介意的物件。阮若甲爸爸讲，阮想要食啥，爸爸就会种互阮食。我种的做你爱食无？来，好食，就好食。来。谢谢。好。今仔种唔是要加做啊吗？这只管你加得无？加袂着，我甲你指，你看。所以你出一支喙，我加呢？对有。我看这种青青啊。对，为伊的顶面咧加落。顶管遮。嘿。遮。加落。加落，安尼就好啊，就咱放入边啊。无。啊无咧。搁爱甲这地头来加掉。啊无，伊若两个做啊，若收拢的时阵，伊会两个拢会受伤。两个拢受伤。哦。加开，因就袂烧苦啊。嘿。拢会当加伊。无，你爱看，唔甘才会使加。这是算青的，还是有唔甘？唔甘。安怎看？因为伊遮有淡薄白个青，白个青。白个青就是唔甘。嘿。好。嘛爱有一撮黄。爱俩哟。真是，我看大粒拢生得同款啊。你爱甲伊安尼，你爱转个角度甲伊看者。是安尼甲洗，还是我人洗？你人洗。安尼哦。你哪？安尼。不是你安尼，你安尼，
安尼甲伊洗。啊无你若甲伊洗，安尼洗，伊就会家己落落来。哦，像这就是黄甘哦。嘿，啊无你若加落来是还袂好的，还袂熟的，你就 BBQ 了。BBQ 有还袂熟，会 BBQ 啊？好，安尼我是看好清楚较加。这是算，青，这是青，啊青食起来是啥物味？敢会甜？袂甜，但是会脆。会脆嘿，我较喜欢食脆的呢。哈，你食看？我食看觅啊，切切甲会使食。这切的啊？嘿，我无喷农药蛋，但是会有迄垃圾。好食吗？足脆的，涩涩的。我感觉袂。料啊，伊的皮有了涩涩，啊伊的甜是迄种清甜，袂非常的甜，这大概是1分甜。好食吼。你当食几粒？你一个人？我一天差不多会使食10粒。10粒，一天食10粒。啊，恁兜种食迄敢会有你食？会付啊。恁有种啊济啊？因为就这。啊，就是讲，这青会脆，啊若黄甘的咧，嘛是会脆，啊会甜，黄甘会较甜。嘿，啊袂皮袂涩涩。我来试看觅啊，你也敢有？这伤大粒啊！你也是青也是黄甘的？唔甘。这是算黄甘的？食看觅，我嘛食看觅。你先食看觅啊！你有加落无啦？嘛是涩涩的，你尝你切啦！安尼我试啊。咬的，黄甘甜足济。我食种我爱食糖的，够水。伊是当然有水的啊，因为爆浆的。嘿啊，伊个汁拢要抓出来啊！内底规拢水，你敢看？规个拢是水。这是全糖的。好食。你食着好食的物件袂跳舞啊？等下就慢慢卖。唔可能。莫做工课，你咧食，逐工食。我哪有逐工拢在食？咱是，小 QK 者。这个是我的二姐姐，这个是我的三姐姐。二姐姐叫做柯婷佑，姐姐。这个是阮三姐姐，伊叫做柯以轩，姐姐。二姐姐的个性比我就好诶，三姐姐的个性嘛是，因大概伫咧学校，若是有摕到啥物好食的，拢会摕转来互我食。你大学啊？伊大学？我已经大学，已经出社会，伊就拍袂着我啊。安尼你毋着，拢无要倒来？嘿啊，系啊，你无要倒来？嘿啊，等伊出去的时阵，我才会转来。哦，所以恁两个袂伫同一个所在出现着对。嘿。啊，恁两个感情无好啊？有啥好，有啥歹？啊，你平常时敢会甲姐姐讲 BB？就得 BB。伊做侪 BB 咧？嘿。我敢若会甲我的三姐讲，因为三姐会帮我保密。啊，二姐咧？二姐有啥等不及了，直接讲出去啊！骗人，明明就都三姐先讲。切，你交男朋友那个是我讲的吗？你有你讲的。你有交过男朋友啊？自己在家。我跟你讲，你来生气时，你爱跳那舞，不要生气。
来听，唔通生气。好来。可是咱讲这就是你的秘密基地吗？无理解。啊，毋过我讲我若礼拜我讲有淡薄啊，我规个人拢无都剩落顶呢，卡条的呢。好啦，这果然也是你的秘密基地，你家己一个人伫遮熟悉。一定是拢伫咧创。偷食物件。偷食物件，你有啥物好康的爱秘开偷食？你食啥？糖果偷食。糖啊？啊，迄袂当伫外口食嘛？然后妈妈没。阿妈帮你食糖啊？哎。啊，你就免秘开啊。但是。秘开食较好食哟。这个有批量的可以吗？可以啦。刚刚有这点点的袂使尔。你感觉讲，咱的粥啊好食？好食。足好食嘛？爸爸讲的上好食。爸爸煎的上好食。是因为你咧甲爸爸讲，所以你感觉上好食。无。佮订这个红色纸箱互啊。柯小亮，你感觉对一个是你上古锥的这个。上古锥的这个？嘿。我感觉这个较古锥呢。这个较古锥，是因为啊。二姐拢会保护我。这个是三姐。这个是三姐。嘿。这个是二姐，这个是大姐。这个是大姐。嘿。你敢知影二姐迄阵足疼三姐呢？是因为你出来了换比疼你呢？耶。啊，你感觉恁食的对一个我上疼？拢疼。安尼。因为阮拢想要食啥时阵，你拢会种阮食。哦，安尼。袂偏心。哦，安尼啊。嘿。哦，好啊，安尼我情较有价值啊。你是讲的第一课。俊仔哥哥，你过来，我甲你讲哦。这是粥啊。哦，这就是粥啊，这大粒。安尼要讲一件，这是粥啊。啊有呢，叫做甘，代表伊小啊，会使慢落来食。哦，会使食的粥安尼，你啊哟。嘿。安尼这的就叫做甘。你敢知影什么粥啊上健康？大粒的粥啊。毋是。甜的粥啊。毋是。细粒的粥啊。毋是。有气量的粥啊。有气量？都有气量。有一顺。哦，这样一顺就是气量的粥啊。嘿。安尼个再讲一件，那一顺是啥？气量。啊，这是竹啊。啊，这样叫细粒啦。是精华。哦，是精华。嘿。粥的精华哟。嘿。啊，伊感觉会变大粒？袂，伊长不大。哦，伊袂大汉啊。哦，所以这种遮细粒的粥啊，咱叫做竹啊。安尼恁拢会晓呗。好食。对分出来。好，来会使开始用啊。阮即个吼，伊伫外口拢无啥物件通食，伊过敏。过敏。麸质的物件。麸质的奶蛋。蛋奶拢袂当食。伊细汉的时阵，看二姐咧啉牛奶，拍去二姐的喙边，甲头梳。啊，结果咧，无15分钟面就肿起来。哇，这样。低头安尼啊。安尼，爸爸你做这拢是为了你四个查某囝哦。是的。啊，对阮就好。爸爸做这讲有爸爸的爱。嘿。外口的查讲无爸爸的爱。对对，这你若有一天出去外口读大学，啊，无伫厝诶，你敢会怀念？
会，恁若怀念要安怎？我会走的。哈？再来这样。走倒来食，啊若做远的咧，像你伫台北的，开个视线啊！开视线，啊毋着看人食尔。郭小亮，哦，遐恁今晚要行会啊？因为阮等下要洗身躯的时阵，会用到烧水。阮人就济，但是洗伤济烧水，后一个人就袂使用烧水洗。伊就无烧水洗啊用电水洗。啊，恁逐工伫遐烧水，若无想讲要换规气换电的就好啊，就免遮搞工。因为咧整话的时阵，拄啊好会整着迄木头啊，啊，就是顺续会使用烧水来洗。哦，甲烧烧的啦。嘿，安尼恁着轮流来遮顾啊？有时啊就看谁有闲就来顾。就是像安尼客开啊，啊就甲等落。搁摕一个纸帮因为无会。我要摕一个纸帮。安尼扛会落对对啊？对你坐等。对。哇！行，来去饲哦，行。远个啊，嘿去远个饲鹅。 ，Hello 阿伯。你也是去要创？等下要讲狗啊，有啥讲狗啊？啊因为街上有狗啊。你是会惊狗啊伊啊？嘿啊，我足惊狗啊，你毋知？足惊狗，恁兜搁饲狗，你搁会惊狗啊？阮兜的狗袂咬啦。这先放你的落地啊！等，我来摕出来，等我来。你所有物件拢要有我落地啊钱。阿伯，阿伯，嗨。嗨，你好。大家好。你好。有啦，有一个咧甲伊保护的。我刚刚有看到它诶，狗就恐怖啊！你唔敢干嘛？伊咧打哈欠就啊，伊的喙是安尼，开它就开啊，个压起来，敢若想要甲加落共款。你看拢都看起来就是袂加人，但是因就歹。你小家过吼？无，阮姐姐好教。多姐，大姐还是二姐？三姐。三姐。可能伊生了伤水啊，狗较想要甲加。天无遐尼好康的代志。哎呀，上宠是公平，这间是阿伯，您好，阿伯，您好。伊讲伊常常来遮佚佗啦。我有陪阿公来。有啦，伊都教伊讲常来遮的啦。真乖啦，啊，你若大家拢熟悉啊？有代志啦，两不可取的小姑娘。好，安尼我们先来去远的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行。啊，这真正大家人拢捌你哦。嘿啊，啊，你敢捌伊？拜啊。大家拢捌。这糜的。啊，鸟我错一条。另外一边，唔是啦，这是糜，你甲弄啊透开啦。啊，可是你刚才我看到有鹅呢，恁到底想要搁饲鹅？因为伫咧内底的时阵会使念草，因为爸爸迄时阵拢无爱除草药啊。哦，我饲鹅来食草。嘿。啊，即摆鹅敢搁有咧放入去内底？无，因为藻仔咧出来啊，惊会去念迄藻仔，就是像钓到遮的迄藻仔，嘿。拢会互伊念，因为伊脖子会使伸长。真假？嘿。伊安尼春秋啊？嘿。啊，你暗间过会当春偌长？你讲到比鹅较长？无法度啊。我倒，我倒了。哇！Oh my！ 等下哦。你就抓它。无啊，伊的翅膀会迄个。妈妈看，有啥可小亮的台语会当讲到遮认真？哦，因为伊细汉的时阵，拢等于外婆遐大，较大汉我甲伊食顿，差不多3岁的时阵，然后迄时阵伊嘛介绍啦，伊拢会甲阮斗3工，伊想讲爸爸妈妈咧无闲，然后伊就惊伊个人咧倒灶啊，迄斗啊，有煨灶啊，然后伊头毛无绑嘛，伊头毛就怎加入去迄机器内底，然后规撮啊，
去一天啊，然后阮妈妈听到啊，伊就来甲伊带转去彰化。伊半暝啊，敢会安尼偷偷啊秘伫个面罩配安尼。会，伊就是会偷偷流目屎，但是伊袂甲阿嬷讲，阿嬷我咧想妈妈。所以我就是拢会找一个时间，然后等去甲伊看安尼。等伊甲看。大家拢想要抱我。想要抱你哦？你真系受欢迎啊！我感觉伊到时毋是干那替家己想尔，伊阁会去想着爸爸妈妈。对。因为伊了解爸爸妈妈辛苦。大家做足侪代志，就是爱走来走去，搁迄共送货。就已经足晚，嘛爱踮伫遐做工课，拢袂使困。足晚。啊，你敢有想要甲斗相共？想要斗相共的时阵，爸妈会叫阮困，惊阮明仔载爬袂起。我希望因就是平安健康。其实讲天下父母心，大家爸仔母想的到时拢是囡仔会当咧平安健康的。对。爸爸来，因要表达因对你的感谢，要甲伊揽一下，温暖的抱抱。感谢爸爸妈妈安尼1年365天的付出。这几天甲因安尼，因兜安尼相处来，因爸爸妈妈真正是非常三个非常爱因这4个查某囝。爸爸的做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伊这个查某囝。我感觉这是互我足感动的，就是因兜是一个充满爱、充满温暖的家庭。其实我嘛是伫个一个足温暖、充满爱的家庭出世。爸爸妈妈拢是为着咱这个囝儿事业咧打拼，无求回报，只要阮好好安尼平安健康大汉就好。其实我家己对情感的表达嘛是非常的青分的，我无啥会晓讲，就是对亲人讲这个心内话啦。爱安那才有法度将爱讲出嘴，将爱表达出来，表达出我对我爸仔母的感谢。这是我望我家己以后爱做的代志。这样可以。哦，就是好漂亮。安娜，你干嘛拍呀？多谢。加。老师来讲的话，我咧听。你来去上一个日本的。啥日本？伫北界啊。你在甩我，所以，喂，有空啊！招手慢了。